我係改風，我係一個藝術家，對藝術家朋友嘅咖啡館裡，等一個老朋友點一咖啡，聊一段客家嘅風法。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來看《暗上風法》，我係改風。今日呢節目裡邊其實搶到一隻有些神秘、有些特殊的人了。你要把你按樣形容佢咯。我想先舉一隻裏邊嘅糖了。所以講可能因為這隻糖度講，其實你從人生的路上，我讀到一隻貴人。像我這個例來看了，其實我以前讀文化法律，後尾讀法律系變做法律系的逃兵，就冇辦法再去讀法律嘅。但是唔知要做嘛，其實讀到13年，很多袁哲生先生，袁哲生先生對我來講，其實就係像一隻貴人咁樣一隻角色，佢咪一隻台灣當中嘅藝術家。因為袁哲生嘅關係，我就行到雜誌社去做編輯，這樣開始我人生差唔多20年來嘅動態一隻變化，所以講慢慢的對一隻其實唔係咁樣嘅行下去嘅一隻太學畢業生，變到講一隻雜誌嘅編輯行到總編輯咁樣，其實會讀到一隻對人，第一種人其實對當到都懵懵懂懂時期嘅青年來講，其實係當中嘅一隻角色。咁樣其實阿你搶到嘅其實就係少年之家專門輔導學生們去考證照一個講師，很多戴玉珍戴老師其實像戴玉珍戴老師來呢個節目當中，最想同戴老師講一下，就講到底你其實唔係講當熟悉嘅少年之家裡邊有乜嘅故事你做得去了解我想先請給戴老師留下你嘅觀眾朋友問候一下。各位鄉親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戴老師，其實我當時有接觸到像少年之家、中途學校那樣範圍，其實對我嚟講，而且係一個當神秘嘅單位。當動員團咁講。所以我當好奇就講，你這個係呢樣嘢行到少年之家地方呢？對，蠻特別的吼。我頭擺細細隻是功課都唔好，高中開始是半工半讀。我記得媽媽從細是講係唔愛讀書最少愛學一技之長。所以就學美容美髮了。那嗰時咧讀好台姐佢有開美髮沙龍店，佢嘛講愛學快，就是講係愛去啲店讀學什麼。學美髮還是講好是半工半讀按用的。我們台這個是開始考證照，考證照，他慢慢的考到丙級、乙級，然後呢也開始當老師。然後有一擺其實人來講，你倆下當到學校高中美容科考乙級的老師，其實鼓勵愛考證照，就是講愛用有機會就來做老師還是想從細愛的志願記得愛細細個的志願係愛當上來做警察，從來冇想過自己會做老師不過這台這樣用講愛啟動可以努力看看，這樣子，所以開始開始的台這輔導之下，就是當上忙，當然好些是考證照，慢慢從第一張證照得到成就感，所以後來台這嘛很愛繼續努力考乙級，考到乙級之後，其實鼓勵愛係有好的機會做老師，是走的就是去發展看看。那我們應該是因為那時候成為勞委會是負責全國技能檢定的部分，它正在推職業證照化。我們應該剛好有在機會補習班正在推廣乙級證照的輔導考照機會，然後應徵老師，然後開始
用3张证照，然后4张证照，2张乙级，2张丙级哦，都是美容美发的部分，然后就应征上补习班的老师这样子。所以选都补习班给边一周都线上，线上，给另外图美容美发的这种补习班的证照讲师，接触到少年之家的朋友。因为在补习班创下接触到就业服务站。就业服务站希望补习班那边呢，可以协助提供就业跟在职的人士参考，所以是从下接触就业服务站。那就业服务站在一次偶尔的机会，一起都我过去是这样子努力的，他觉得说，我还蛮适合这样子的模式去辅导中辍的孩子。其实建议，其实人来讲，有两招机会，少年自甲欠老师，运动到老师嘞嘛欠动球嘞，其实很爱去看看，去那边应征看看。读补习班底部教你美容美发，然后读给少年之家少年之家，底部教了到中辍生，应该都无困扰。替补踏落去嘅个心情係嘛？心情你第一少年之家嘅，你第一面对按多嘅中辍生，佢替只心情係，清楚嘅只心情係嘛？我讲。接触了到青少年时间是开始，就是刚开始都会被他们讲脏话吓到，因为他们的原生家庭，他们所接触的原生家庭，从小长大就是缺乏家庭的关爱，然后在学校也是语言习惯就会按两对，基地后干嘛不能放弃的一群学生，所以他才会导致他后面慢慢的偏差，因为他学习上没有成就嘛。对。那我也想过，我自己过去也是因为学习上没有成就，学习也比较落后，后来是考证照，翻转我自己的人生。对，那在主任的鼓励下，我也希望说，那我也用我的模式试试看，去鼓励他们，辅导他们考证照，然后让他们。发现新的人生方向这样子。你就立志做了得中辍生的归你那样。对，因为其实我每一个阶段嘛，都到贵人的帮助，所以今天自己才有今天一点小小成就。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我当然这段他们进来就是一个缘分，希望我可以陪伴他们一段学习的路。嘛，走给这位贵人，这样子。其实做那件事情，感觉也蛮简单，就像一开始的，可能替补挺困难的去沟通，我发觉去尽量的去上心，戴老师，都在别人做一个讲师时，为到佢将来好。你很量的去改变佢的对你的想法。一般长老的学生嘅情绪稳定当重要，因为佢来到陌生的环境，而且佢都感觉我的自由被剥夺了，我必须24小时待在这个学校中途学校里面，所以基本上稳定佢的情绪都重要。所以我哋打杂学生，我们都会安排他专属的社工，还有宪法的辅导员。辅导他的一些基本的情绪啊，还有生活上的需要。那我是负责他们课业部分的学习。那一开始他们进到班上，情绪稳定是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然后我们是慢慢观察他，因为学生各种形式都有，又到聪明的嘛，又学习障碍的也有。那也有少数智能不足的部分，所以我们必须透过除了稳定情绪，还要透过观察。因为有的孩子他可能很简单说，我可能会请他先读一篇文章。为什么？有的不识字，少数判断对，先判断他一些基本能力，然后再看他要从哪个地方着手。有的连99乘法可能都不会，那不会的话，那我们后面要辅导考证照的话，有一些基础。他要重新打，我们才可以让他学习的成功，学习经验慢慢的累积一些
成功的模式，然后让他后面可以顺利取得证照，就是让他有学习上好有成就感啊。其实也一步一步慢慢的养成的。其实总来讲，其实少年之家中途学校里边，其实戴老师给有一只想给设计一只养成计划，另一只计划图给学校里边慢慢的推动。好像接下来你先看一段 VCR， 那段 VCR 就会戴老师给图少年之家一只中途学校用给设计养成的方式来推动那条中辍生慢慢的进入到稳定。然后慢慢的学，可能下一步就係你用嚟想辦法去考到證照，你想嚟看一下。大先生喺開始認識佢嘅時節，佢好叻，冇話要信心。咁我佢本人呢，啲學音樂以後係一個當樂善嘅人啊。我哋讀音樂啲話看到佢嘅學習嘅心，還有決心要客家寫這嗰種刻苦耐勞有冇硬頸嘅精神，佢愛學嘅東西，佢一天冇睇學好。去参加校庆活动喽，大家开不开心？大家看到这个 VCR， 其实是戴老师去设计个人的养成计划。有冇人讲，其实以前我哋戴老师是一只当内向、当害羞的人，其实佢经过一只街头艺人按样的一只自我训练的过程，慢慢的养成佢自家唔会照顾按内向，唔会照顾按唔第二样的老年接触，所以佢老一套佢自己也养成的经验。边都给读少年之家中途学校，老了到中辍生沟通的一种同创业的一种方法，其实佢用自己的经验来看那件事情。所以下一段安尼等等来老戴老师谈佢读中途学校少年之家底边用乜嘅方式图按多的这种佢自家过去做。街头艺人韩国嘅自家组织当多事情的经验来带领那条学生的，安尼海头来讲。记得很容易碰到困难与挫折，被捕对记得来讲都困难，因为佢头摆是唔好投诉啊，用对的方法去教他怎么样去学习，怎么样背起来。你可以分段啊。他们上舞台都是从零开始，完全没有音乐基础，都走在上舞台表演，係都冇簡單嘅事情啊。
各位观众，你呢一趟等等，其实我来戴老师沟通的，嘿，噶你提供戴老师其实你有去加一种训练去加的方式，我就想提供，其实这是个你会想到用一种街头表演的一种方式去自我训练，因为开始呀，因为这个按害羞、按内向，有许多按前面去，你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嘿呀。是因为个性好内向啊，然后那时候刚好因为客家文化的关系，也认识教育伙伴洪校长，然后我们两个就想说，那就是到街头去弹唱，然后增加自己的胆识，然后在个性上做一个调整，那这样子对于教育，对陪伴孩子也会有一些帮助，这样子，所以就有了去街头唱歌、弹唱啊的一个经验。那保木因为我的业务开始规划了学生的社团啊，然后发现有动到社会人来反映，伊动上好应用，好应用，因为少年之该好上呢，大部分的家庭都是属于经济比较弱势的，所以大部分孩子是从小没有机会接触到音乐，所以该世界赌和10年前动流行乌克丽丽的乐器，还是开始我就找了一些玩音乐的朋友，就跟他们请教说，那乌克丽这个乐器啊，会不会比较容易学对，尤其是对某音乐基础的 CO 是不是比较容易上手，然后让他们比较容易有成就感。所以那时候，我的朋友就是说，因为它只有4条弦，所以是很容易，全世界很容易接触的一种乐器。然后就对，然后马动便宜，好便宜，价格也比较便宜这样子。然后我就说真的蛮好，那如果可以帮助他们的话，那我就开始去找朋友，就是社会上的一些朋友开始募小吉他，然后让孩子学。然后后来也顺利开成。所以乌克丽丽的沙团黑。乌克丽丽係诺贝尔用募捐的方式，对，张拿都给对外募捐乐器，中途学校里边对，那学习过程刚开始學生都動有興趣，因為我們的學生都動好唱歌，動好音樂，動好跳舞。那我也發現佢哋有啲天分，不過學習也要佢哋很容易碰到困難的挫折，例如說沒有成就感。所以那時候我就開始鼓勵他們說，那不然我們來找個下口的時間，在安好高的大樹下、芒果樹下，我們就來小小的發表。我們有一張目標，給長得有成就感。那後來經過這樣1次、2次之後，表現越來越好。然後後來有很多機會，像是一些公益活動，我們長官就說，那是不是提供更大的舞台，讓他們有更多的成功經驗，鼓勵他們。有一個機會，工研院也是我們在地工研院，它的一個歲末的一個公益活動。表演。對，他需要找一些公益的團體，他希望給弱勢的孩子機會。那是一個上千人的大舞台。我自己也沒有上過那麼大的舞台，對啊，然後那樣子的一個機會讓笨誰哦有更大的希望，他們就自己在想說，除了只是彈唱之外，他們甚至找同學編舞，就用唱唱又加上編舞，整體用唱跳的方式去表演的。對，當他這些基本的做好嘞，其實問來講，那老師我們這服裝造型部分還可以，對，他就想到服裝整體，因為畢竟唱少年好，動好這樣，對，然後我們就為了服裝，我們也開始幫他們找適合這些少女的服裝，讓他們可以雙腿一些更加的亮麗，讓他更加的有自信這樣子。那時候為了保護他們上台，我們還特別開了幾堂課，讓他學習做蝴蝶面具。蝴蝶面具就是也是為了保護他們啦，就是希望他們又可以上大舞台，但是因為他們的身份也比較特殊，也必須要做到保護這個部分。那因為這樣子一個機緣，所以孩子對這樣子一個表演
是非常的期望，非常的开心到，表演体咧，伊也感觉非常的有成就。不过其实很多中途学校底牌图就是那个少年之家底牌当到学生的，其实佢第一讲一件事情就係佢當欠乜嘅，其實當欠佢努力以後，冇人幫佢認同感。我說其實咧喺那個學生誒都挑戰那個自己烏克麗麗社團的一個過程，應該遇到一些困難，乜困難都喺底牌。背譜對佢哋來講都困難，因為佢頭擺是唔好讀書啊，因為佢下排按到嘅那個和弦、構詞啊，然後在舞台上你還要能彈能唱，然後反應要夠快，那都不是咩咁簡單的事情。嘿，所以一個過程中，從下我又想放棄的念頭啦，嘿。所以在這過程，我們都盡量靠同儕去鼓勵他。那我也會在旁邊盡量寬容做在幫助佢哋。佢嘅方法可能係方法唔錯啊，唔錯還是用對的方法去教他怎麼樣去學習，怎麼樣背起來。你可以分段啊，你第一次沒有辦法的話，如果譜有2張，那你就分1/4嘛。慢慢的背，慢慢的背，然后每天老师空档你就来弹唱给老师听，因为他唱给我听，他也会紧张。我说没有关系，那你碰到动豆观众，你一定会更紧张嘛，对啊。我就说这就是你要学习克服的部分嘛，对啊。所以那慢慢的他能接受我的那些建议，他也照做之后，他就慢慢的可以有成功的经验，一手的。让给好玩，最后其实他们上舞台都是从0开始，完全没有音乐基础，都走在上舞台表演，都冇简单的事情啊。我相信都冇简单，因为读中途学校其實面臨的問題唔係學習聽聽，好像下一段的時間，你將來談一下戴老師，講一下，好像佢。讀中途學校按9的時間，佢一定讀到當特殊的案例，咧當特殊的中輟生有乜個故事，有本戴老師那樣的一種反饋，好像下一段的時間，你來談下戴老師講啊，其他到中輟生的可能啊你當難以想象的一個故事。我們陪伴他，訓練他學技能，但是很多孩子一出去面臨社會的問題，有些外面的人基本上給標籤化，沒有辦法去接受這一類的孩子。因為你哋學生會本腦杯是去貼標籤咯，其實到最腦杯原則上應該唔會本人視為係中途學校出來學生嘅。係你講其他履歷當杯，佢會寫啊另外背景。其實，你聽聞問講，有多少年的少年之家、中途學校，那樣一個環境到底對內其他推做乜嘅事情？到底讓嘅中輟生佢要行到呢個中途學校裏邊去，等等其他都我們面對到那樣嘅一種教育嘅過程，韓國佢等等那樣行出來，像其實呢當到問題對下裏邊。不過一開始嘅時候，想我先問問看下戴老師講，讀中途學校呢段時間嘅經驗，有乜個案係本印象當深的？目前班上有一張 CO，非常的經濟非常的叛逆尤其是佢情緒沒有辦法控制。當白告台給他一些事情，給他一些作業。有時間，佢都會用質疑的態度，去質疑你。那其實這樣子下來，我起到佢對我的信任不夠。那我們應該是從他在學習上告一個段落，技術上像是
剪头那么啊，按摩机都走的时间还是讲，那我那轻盈也同到去养老院，老人机构去做一个服务。那在做服务的过程，还希望给到看到生命不一样的面向，然后也可以感受自己生命的可贵。那我就带他们去养老机构，还有养护中心，还有按摩中心，去帮一些长者做服务、义诊的服务。那当他帮妹土地出去让老人服务的时间该过程，我发现哇，他平常那一种很锐利的脾气，突然间在老人家的面前那种收敛很多诶。他看到就是想到他不开阿婆，嘿，就是想。佢當叫我看到阿婆咧，然後看到也啲老人家，佢嘛想到佢係阿婆，然後佢慢慢的，我發現他經過這樣子一個服務過程，他的脾氣也越來越收斂了，然後佢甚至跟我講說，我以後也不希望變成被遺棄的老人在這裡，這樣子，對，他覺得這邊老人好可憐哦，那未來，是還有機會的話，佢希望做在創下去。父母掠到老人家，伊知道伊有嘅能力，做得到佢剪頭那麼，然後佢按摩，可以佢到，他講做得啊，那個這樣子的觀念，你不一定要在少家才做，那你甚至你未來離開少年之家，你自己都可以持續去做，去幫助這些老人。對，那我發現這樣子的一個製造這樣子的一個機會，不但讓他有成就感，甚至在他的個性上也有一些小改變。那當然，孩子誰學來到那邊短短的2年的時間，他的老師不可能，少年之家不可能像魔術師一樣，把孩子過去10幾年不好的行為馬上就把它擦掉，不可能的事。我們只能說盡量走，做多少算多少。就一隻證照的講師一個角色來講，因為當然因某一天的社工妹，某一天的輔導員，用一隻天數未來給他都做的有一種社會的能力，就考取證照的這種社會能力一種高師哦。去看少年之家那隻中途學校，你是給那隻機構咧下。有拄到嘛問題嗎？收容量的問題，然後社工轉機還，你知道就你這個個人的看到的來講，有什麼問題呢？那看到的是在少家2年，我們陪伴他，訓練他學技能，但是很多孩子一出去面臨社會的問題，有些社會基本上有些外面的人基本上給標籤化，沒有辦法去接受這一類的孩子。從兩行嘅班上一張社會其實拄到一張問題，佢嘛當年紀啊，因為嘛考到2張證照，美容到美髮丙級，這個在我們看來，拿他跟一般外面美容科高中生來比較，高中生他可能3年考2張，那我們這邊孩子，我們可以的話，他願意學，我們盡量就是1年輔導他考2張證照，然後盡量提早讓他社會適應，安排他就業。有的就業市場不見得能接受這一類的。剛剛給戴老師談了一下當中一個關鍵詞哦，很多標籤化，用誒你哋學生會本腦部是去貼標籤咯，因為第一點，迄幾條原則上嘅檔案係不公開嘅，幾條出腦部原則上應該唔會本年視為係中途學校出來學生嘅。係你講其他履歷當唔佢會寫啊另外背景？唔會嘅，因為佢哋外出去以前吼，我哋為社工吼，為先讓佢哋幫忙他們找工作。那其實，在當地啊，其實很多單位都，很多人都知道有少年之家，可能外縣是唔底啦吼。那像最近發生的案例是社工土地去一家美髮院應徵工作，在市區呢，那市區的業主就跟他說：“你好像
不太适合在我们店里，我们店里比较需要长时间的工作，伊可以直接就拒绝这个孩子。对，那因为他知道他是从少家去应征的小孩，因为我们社工带着去嘛，就是很社工的去啊，还是不行，拿一种党工的方式，就拿一种轻功那种方式来给他们的，这个社工模拟给其他做的去吗？其实我们不行啊，因为我们孩子是受委托法院委托的，他只要离开在少家安置期间给我出去，我们的工作人员必须陪同，因为他的安全我们都有责任。对，所以那通常我们带出去面试，我们会让他知道这孩子的目前的处置是在哪里，因为他只是暂时出去工作，他晚上还是要回到少家住。可是那有时候店家他可能营业时间就会超过啊，都学点都有可能没法院。可是因为我们考量孩子，加上我们学校比较在市区偏远一点，我们希望孩子可以准时9点回到学校。对，因为有门禁的一个问题嘛，还有安全的担忧，所以其实我们就是会让店家知道啦，也希望说，因为他也希望说他有一些行为上需要店家注意的，还希望店家可以配合，所以店家给我地。其实唐也清困难的地方就那样的，第一点就那样的对内沟通，老学生的沟通讲你哈喺少家的身份，出去面试，出去尝试老社会接触，比如说少学生的出去多10件业主美发的。10件美发业主礼拜做5只，做得好来，可能就5只学生诶，叫做好，叫做获得认同感的，叫做适度叫做的调整。其实青少年讲，佢开始有机会证明佢自家，唔係冇辦法做好一件事情的呢。不過一天做那5只，因為佢身份背景的關係，佢脫離咗中途學校，中途的轉運站。因為要轉運站要保護佢，然後種制度上的規定，所以佢會本那個誤殺業主拒絕第一個才來，所以可能就會誤殺心裡面就會當沮喪、當失望，然後可能又會強化佢心路上某一個部分就講錯啦，安尼等你就會冇可能本人認同的一群人。你就變到個心理上的拔河，那種拔河就變到個好像你懂努力去完成這個中途學校，目的就是希望讓他們在這個中途轉運站出去的時間做得更順利。當然你可能收穫了50%，然後50%可能相對來看沒碰到了更大的困難。其實可能某件事情係絕對好或絕對壞啦，只是講脫離一個點來看，唐戲人這個黨工的去想可能沒有讀到那種制度面老人性的一個衝突。所以我就想講，像那樣的一個單位了機構，戴老師還有，我想到那樣的建議嘛，所以講你來談嘛，就講那樣的建議對戴老師講，其實你想辦法那樣做，可能這個系統我還能好，因為畢竟你唔係系統老制度的決策者。就戴老師有冇想到？而且我店家對這一類還是不夠了解，那再來就是，其實還需要包容。那其實送本了都好，青少年最好的禮物就是本給機會啊。那像就業問題從下嘛拜託鄰近的學校幫忙推薦。那最近也有一個我們在地的店家也很不錯，他願意提供機會給我們孩子，跟他講他了解，因為他過去也是中輟生，所以如果剛好因為這個業主跟店家他有過去這樣子的經驗，所以他很願意去支持這個孩子，給他機會學習啊。所以我們也希望說，如果你是店家，剛好有看到了節目好，希望坦白讀到了的這一類的孩子多給他機會，因為第一原生家庭他就是失去溫暖，所以再加上他沒有好好的受到教育，在學習上
就是没有得到成就感，所以他导致他走偏。那当他愿意回到正轨的时候，希望大家都多给他一些机会。对。其实正经看到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你某一天做听数都懂到可能喜欢你听数的人，不过一旦有一只机会就讲有一只中辍生图给中途之家、中途学校有社工也还老师慢慢的来带出来接触社会的时间其实欠最一只东西就是一只机会，一只验证证明给自己做的进入那个社会的机会，像下一段安尼怎来谈到来机会呢？因为这机会其实说谈到就系教育，你用去翻转教育，你唔当系安尼中途学校的教育问题，其实咩安尼外面世界当中有的一只翻转教育，安尼海接来谈了。升学也不是唯一考证照也是可以翻转你的人生。现在你走技职体系也是很不错的一种选择方式，不是人人都可以读台大对啊，那如果你的天分是在这个部分，你想成为一名造型师，你就往这个部分努力。那当你考上证照的时候，你就朝就业市场去。那当你想要继续升学的时候，你也可以继续往升学的路走。所以当然其实唐代老师讲到佢亲身经验过的实际中辍生的案例，中途学校其实在点就会想到讲少年之家中途学校一个机构，其实佢都会做两个角色，佢扮演两个角色。所以其实不过两个想还你会转到教育那件事情了一只教育本身，我講嘅係中途學校嘅教育，一只中途學校底部嘅教育，有乜地方需要去轉一下嘅，翻轉一下嘅。學生因為佢攞嚟時間都冇強用，所以佢冇法度像一般學校有強用嘅進度，強用嘅方式去教育大家細學，所以我都希望學姐來校教嘅。學姐做得走小老師，慢慢陪伴，尤其是剛新進來的孩子，他需要情緒穩定，需要學姐陪伴他，然後需要用比過去剛進到機構的一個經驗去陪他慢慢來適應這個大環境。對，所以我會希望記得當夜上課呢除了每個人進度不一樣之外，也有採用小老師的制度去協助他們學習。那其實對這些孩子來講記得講考證照，其實我看到記得考證照有些學科就會考到100分誒，不容易。我自己跳白馬做唔到啊。我當時考100分，我冇會讀書。係啊。他其實我記得考證照後，當他拿到成績的時候，可能佢自己考100分，發成績單時間記得係歡喜到會叫出來呢。佢講我從細到大都唔是有按好的成績，所以我就告訴他，是啊，那你這樣子的努力就是對了，也成功了，所以你也要用這樣子的方式去帶你的學妹，去鼓勵學妹，然後。少年之家，它就是一個大家庭。二師頭佢係學校，咁個阿母頭係大家庭，所以大家要互相陪伴，一起學習，相互扶持。我嚟到學姐一定會畢業嘅，一定會行出去。佢其實行出去有談到兩個反饋嘛，就講佢行出去面臨到現實社會時期，因為佢係讀中途學校學到。東西考到證照，有安樣嘅身份，有安樣嘅技術去面對內部嘅世界。其實一般狀況安樣上來，其實有些人冇關係，因為佢接受嘅教育
想法可能，然后一般体制内想法无管用。所以戴老师有谈过咧，就问题出去以后，其实都有做嚟人讲，其实其他都诺贝尔读到乜嘅问题，有种种安样嘅想法。各种问题都有吼，有的学生去出去吼，可能系会拄到环境上的问题，嘿，因为家庭的关系，所以这个我们就比较没有办法去协助这一块。那通常如果当他有困难的时间，还得围绕给社会处他所属的县市政府的社会处请他协助。那当然也有成功的案例。那像是我们有一个孩子。因为我在课堂上都会老跟他分享，升学也不是唯一哈，那考证照也是可以翻转你的人生。那如果你可以的话，其实现在你走技职体系也是很不错的一种选择方式，不是人人都可以读台大啊。对啊，那如果你的天分是在这个部分，你想成为一名造型师，你就往这个部分努力。那当你考上证照的时候，你就朝就业市场去努力。那当你想要继续升学的时候，你也可以继续往升学的路走。那好像一定还可以用证照去翻转我自己的人生。那我常跟他们分享，老师现在手边大概20几张证照哦。那其实我不是说我有多厉害，但是其实当你成功考上1张、2张之后，该成功经验是可以复制的。它不但可以复制。当你往后想要学什么，你都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成功经验来帮助你，然后学习的那个持续性会更永久。那其中有一张好像他还蛮不错的，他听了我的分享之后，所以他出去离开之后，其实几个半工半读，他也是自己半工半读，然后他就跟我讲，他也要考1级，然后朝老师的一样的路、一样的方向去努力。那时候他真的很努力，半工半读。高中毕业之后，起码他常常回来学校问我1级怎么考，然后我大概跟他分享一些考学风范。我们起码动顺利考到，我们第3年有推甄大学，他也很动顺利是考到台好，嘿，然后考上考台好以后，他有一次得到学校的成绩提名。特别到成绩单影音机转来问我看，佢讲，有机会转来让学妹分享，还讲做得啊，那看到嘛东方喜提名，哇，这很都不容易啊，系啊，然后我就希望说，跟暑假又和新结时转来让学弟妹分享，我们透过生涯讲座还有自己的成功经验，那他在店家他碰到挫折，还有就学就业这过程碰到一些困难，都让你的学妹分享你怎么去克服，然后鼓励后面的学妹这样子。戴老师刚刚谈到一招当中有一招讯息，就讲其实戴老师考的他们那些这种某个样的证照，可以整体来讲，就戴老师有机会去从事10几种某个样的工作。嘛，唔系啊，容易，因为我知道考，他可以帮我解决一些工作上、生活上的问题。嘿，所以我都让好上分享。我说老师也有电脑1级啊，嘿啊，但是我不是说因为我需要这个1级我就去考它，那为什么我会想去考1级证照应用软体？因为我在教学的过程，我需要用到一些 Office 啊或者 Windows 安装的，不论是硬体啊、软体部分的问题，常常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需要人家协助的时候，通常没有办法动 gas 得到解决，所以那后来我就想说自己买书，其实我都是靠自救的方式，以卖书啊，几个透几个好，这样自己练习自己操作，都没有花任何补习费，然后就去考证照，哇，这样很厉害，就专都阅读来天使。对，后来又考了硬体啊，硬体就是弄，它考试也很有趣，要安装，要把那个硬碟拔掉啊，还有那个硬碟，还有光碟机啊，还有网路线都要现场操作。其实以前创下电脑发一送1张，其实给我都发现没嘛个台问题啊，然后又花了钱又浪费了时间，所以才会想到说，那我就去考一些简单的丙级啊，只要会简单的排除故障，至少说知道，电脑发
到底迄嘛个问题摆的。如果是只是简单硬碟坏掉，那我们就去买个硬碟回来安装回去就好了，也不会太困难，作业系统重灌。那我的想法简单就是这样子啊。那戴老师讲，我想哦，其实戴老师一直动力可以生活家嘞。原因讲，因为透过按斗不同系统的学习哈，不管有没有考到证照哈，因为懂的东西呢，透过阅读去自修，透过阅读的方式去自家教育自家。研究安尼，因为有的方式唔係講一定要靠你是種證照、三項證照，唔係，其實係想辦法解決自家身份上嘅問題，身份上嘅問題。其實我想其實當時那點真係挺厲害嘅，因為我讀到天龍快的第點就當機，佢當機還未當機，係啊，所以嗰時候其實學習證照會有當年其實學嘅料理嘅、廚師嘅證照，嗰邊嗰個其實我唔是諾貝斯班啦。我講自家做料理嘅，某一天我改點，不過親身我做結經自家13年身份上當到問題，所以其實其實像也沒當重要嘅，因為越來越專職以後就是專業以後，大家把啲東西越來越專精，不過你不用追可能唔曉裝水天啦玩燈泡天那樣，然後咩唔曉玩天腦處理天腦當機嘅問題。沒可能這個冇辦法都不卡料理啊，就要買諾貝爾偏島，冇注意便利商店買個乜東西食。其實有當到證照嘅背後講，那張你其實佢圖生活技能那件事情，其實係越來越富裕嘅。佢透過按到證照嘅過程，佢其實好多係用嘅本質嘅手法，比拍攝行啊。做得處理自家嘅問題，我所以點其實我做得好係上呀，因為我做一點當菜，我做一點當菜呢。今日其實很開心做得搶到一隻當神秘嘅環境嘅一隻講師戴老師來到今天當會的分享，給到中途學校少年之家兩個機構，給面對到按到年輕的中輟生。你用嘅去解決人生的問題，某一天呢，真正拿到一份一刀錢的工作呢，其實我談到了這個情感中的部分，其實戴老師想辦法搞起來到的東西，其實係想辦法用這個方式去翻轉這個未來。某一天一定要上台好，不過我們做得透過學習拿到一張證照來說服這個，然後這個講機法講，聽講你我做行出去諾貝。面對大家，冇乜地方不如人嘅，所以我就講中途學校輕鬆嘅就會搞到來見中輟生，來見後生年比你樣嘅自家去照顧自家。今日很謝謝戴老師來你分享呢個節目嘅內容，謝謝大家。希望主持人，希望大家。沒謝謝戴老師。藍綠色的戴老師。就像一隻太模組的小天使，佢本人當擺有一對大家看唔到嘅翅膀，那翅膀當擺沒上的羽毛，其實係一種佢學習生活，讓佢照顧自家考到嘅證照。特別戴老師留嘅翅膀打開了嘅時間，作為幾種嘅證照飄落下來，得到少年之家。中途學校來到中輟生的曙光，等你來到學生就會看到前面還有一條路，等等給他行過去。